之前配有真侪民众皮肤将起青毛，即几天伫屏东的行出，有一寡民众皮肤生红粒仔，上甲爱去看医生哦。医生是认为讲，这有可能是最近的落山风季节哦，空气中有赤毛糖的蚊造成过敏。这个不知道是被毛毛虫咬的，还是水质的问题，要去看医生了。有人是红棍起粒仔，有人是双脚身躯亲像过敏，拢红红一片。这几天恒春地区真侪人拢出现皮肤起青毛，上甲爱去看医生。唔知是自来水的问题，还是毛毛虫的问题，拢咬到老血。刚刚还去恒春的南门医院去打针，毛毛虫、皮肤炎，这2天超多，受不了。因为真侪诊所、病院拢有病患，有人就想到，敢会甲平湖正正刺毛糖引起皮肤炎同款。医生发现，患者大部分拢是颔棍，佮有手甲脚起粒仔会痒。最近拄好嘛有人看到真侪刺毛糖出现。研判可能跟之前澎湖流行的那一波有一点类似，因为最近有落山风之后，可能空气中会有一些漂浮的致敏的东西，例如说毛毛虫的纤毛。或者其他的一些花粉或植物的东西等等啊，当然现在不确定是什么原因，不过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接触性的皮肤炎。加在患者镜头过几天就会好，当地卫生所去了解，嘛请公所消毒，因为刷落来就是双十连假。医生提醒民众，最近外出爱穿长黄的衫裤，较莫去刺毛糖会出现的所在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